来490。来500，来你们，一样握紧拳头，要听我的分享。好久不见了，分享就。就是你们了，不要怀疑。握紧你的拳头，要听我的分享。来，各位线上好朋友，大家晚上好。一样进来的先分享，来就。730，来750，来750，来760，来吧，来800人。来进来的好朋友，大家晚上好！一样进来的先分享了，开始分享，来就。来850，有看到哦？阮凯宾去到真正厉害的车，就是你们了。来860，有听我的，不要怀疑了。分享。来820，来820。各位朋友，很久没有看到我开场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4打4。来，各位线上好朋友，很久没有看到凯宾开场的4打4。是不是很久没有看到？是，我开场是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是嘛吼？啊，是要讲几开啦？是。我的线上朋友还没有刷、啊，你也刷定的朋友啊，不会开始录呀？你们还没开始刷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各位朋友，各位朋友，是啊不是？是或不是？来950。我跟你讲啊，无100人无要开是什么概念？你知道？我跟你讲，没有100人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你知道吗？没有100人我就不开场。来，无100人我就不开场啊！啊，刷电朋友大家拢知嘛。来，线上好朋友大家都知道吧？凭我实力有可能没有100吗？凭你的实力，无可能就无100人。所以今日这个场是安怎？所以今天这个场是怎样？就是开定了啊！就是开店啊啦哈，嘿对。开定了嘛？来，没有错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来，各位观众朋友。970位朋友，来970人的朋友，
我现在问你们所有线上的朋友一句话。对，讲较慢的，无找翻译啦。哦，爱较慢，无找翻译哦。爱较慢的。各位亲爱线顶的好朋友，支持时代啊！大家线顶的好朋友啦，970个朋友啦，来970个的朋友，帅打帅。想要开场，打开场。想要开场的，帮我打2个字就好了。开场，开场，来1000啊，来签啊！哦，想要开场的直接刷2个关键字。啊，你们这一台也是想要看开场的，直接刷了。这一台，这一台也是，好不好？想要开场的，真的喜欢我开场的，很久没有看我直播的，想要看我开场的，帮我说开场2个字啊！来，很主席麦克卢，如果你今天想要看凯宾开场的，帮我刷2个字就好了，不是爱你，也不是爱我，就是开场2个字。好啊，大家看零钱的，来这一台冷静一下，这一台也是冷静一下。哦，啊你的，咱讲头拄仔咱咧挂迄个物件，你敢有传啦？大头咧挂的物件吼，有啊。啊，你敢讲嘿啊，对吧？来，有没有刷爆整个开场啊？小帮手的声音啊！刷爆了！较大声的，人足久无听到你的亲切的声音啦、刷爆了！有没有人刷爆那个开场？有没有？有。哎，小帮手那叫温柔啦，那样那样。找我嘞？好，你是女生哦。拍谁啦？各位朋友，不好意思哦。各位朋友，来，各位朋友，我们的节目来，咱的节目即将开始。进行到这就好，拜拜。啊，即将开始。来，即将开始了。音乐，音乐。兄弟，你说。兄弟，你说。I want the king。你是什么咖？各位朋友，感动的打感动，感动打感动啊！没有错，熟悉的感觉，最对味。还记得我是谁吗？记不记得啊？还记不记得啊？记得吧？来3个字打上来，记得吧？会不会记得？
让我们再一次的热烈掌声，有请暌违已久的胡凯斌气势磅礴，隆重登场。各位来宾，和下个起来。彰化人的指标，胡凯斌。彰化只有一个男神，胡凯斌。各位朋友，刷一整排，胡凯斌。各位朋友，我是彰化直播男神啊，胡凯斌。狂打狂！来签哦，来1500人。各位朋友，有没有很感动？有没有很感动？感动的大家一起打"感动"2个字，好不好？来1550人。来，音乐暂停。各位朋友，各位朋友啦，不要3炮2炮。哦，我今天开个场，只是做个娱乐的效果，而且我们的老邱，还有以及我们的家珍，还有阿转，还有我们的嘉龙，好不容易来台中找我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咱敢唔免来开场一下？咱敢唔免来感动一下这个见证历史的时刻？到底呢？对不对？到底呢？我当作讲你要带我去开房间。无啦，开场，带你来是开场啊，对吧？啊，来，大家晚上好哈！这一台的，还有这一台的，然后还有前面这一台的啦，大家晚上好哈！大家好啦。来，那个各位线上的朋友，我跟你们介绍一下。来，我给您介绍一下。我们有请94++的主播家珍。来，我们有请我们94++的主播就是家珍，她长相可爱又甜美哈，重点就是她人。对呀。没关系，你没关系，你就背面入镜，然后就走开就好了。你会开场吗？你这不重要。好，来，那个真的啦，很久没有合体了嘛，各位。哦，我们所有的现场的以前的旧同事们，是不是很久没有合体了？足久啊，足久啊，足久啊。欢喜不？有啊，真欢喜啊！你有想我吧？我好想你哦！恁翁咧看咧，恁翁咧看，你想我？三八鸡小哥哥。哦，伊翁咧看咧。来啊，咱欢迎吼，咱这个那个两金看几阿转呐，两金看拳呐，一改名啊，一个看拳。阿转也上镜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有请我们的阿全。对啊，这都是我的旧同事啊，没有错。哦，各位朋友，嘿啊，来，虽然阮拢分开啊，但是大家吼拢要个做欢喜的啦，嘿啊。哦，来进来不要不好意思。好，来也拍谁啊？可惜。我们3个就有点挤了啊！你不要到你来啊！你各位朋友，不好意思哦，因为现场的空间哦，流汗，有啊，所以大块就无入去啊。唔是阮本来遐大，你知无？嘿啊，较歹势啦。所以大块就无入去啊啦哈。再来，我们欢迎我们的胖鹦鹉老邱。我就无位啊，是啦。上镜一下。都无位啊。我们欢迎他一下啦。好啊，各位朋友啊，不要3炮2炮，我只是很久没有给你们的那个感觉，把它带回来，让你们开心一下。各位朋友，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哦，我在开场水准还在吗？还在，正常发挥。还在吗？你还在，他不在了。还在，帮我打在好不好？我在啊，怎么不在？会使不？会使啦。哎呀，可以啊。可以。我水准敢有伫咧哈？我的水准还在吗？你先落去啊。好，头家，个头家，一个降转波。50块，便当可以。来，大家晚上好哈，大家好。来，我们是传说中的胖鹦鹉，大家好了。今天很谢谢凯宾，感谢伊。好，伊讲等下了的时候要带我们去食饭啦。哦，看完啦，嘿啦，咱会来食饭啦，嘿啊。大家好。啊，希望说这朋友无去啊，安尼啦。这台嘛是，这台嘛是，大家拢加油。哦，一起加油，好不好？你多少加清楚？不是啊，你们2个已经把他们2个挤出去外面了。你们2个在一个画面了。你啊，你快掏钱的，啊，你去搞呀？没有。无位啊。
了呢。无呀。跟你去。哎，各位朋友，我的水准应该还在。看路来啦！大家好，来，刚开始说西瓜甜不甜？甜。哎，你在屏东啊？各位朋友，有时候哦，我们做直播哦，只是想要做一些不同的效果以及欢乐给你们。好，我们没有说哦，今日咱开直播起来一定爱趁钱做生意。哦，咱今日开起来，因就是吼，纯粹互恁欢喜安尼尔。啊，今日咱开这个场，就是让你们回味一下很久没有的开场嘛，哈。哎啊，而且我们也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哎。不开场对不起自己吧。哦，你若无开场，对不起阮，对不起刷电。对不起我家己啊吧，对吧？嘿啊，我们那个小帮手本身也很辛苦啦。对。我们的小帮手是那个巴拉龙。我不上去哦。哦，你不上去？我不上去哦。你上来已经没有位置了。哦。今天那个巴拉龙没有要上来啊。说真的，我不是要露刺青，其实真的是。刚刚做节目效果，好不好？这位置真正有够。哎呀，就是两个点。哦啊，我们现有的那个小帮手有那个常伟，还有我们的梁凯，两个马上进去了，哎呀。不要。老兄，你刚才这样子有没有？线上的人家讲说，你好像跟2个儿子跟一个女儿拍照。上到了，上。我看谁先啊！你若讲这话，你讲我直接去干你也错，王妖来了，翁来哥也来了。哎，凤梨哥也进来了。叔你好。哦，凤梨哥你好啊。还有王妖姐姐啊。王妖姐也进来了，你好。哦，双这朋友大家好啦，哎呀，哦衣服穿上啊，我太瘦了。哎，王妖，哎呀，你昨天跟我合照哎，好正哦。哦。无那个，哎呀，今天啊，真的。没有本人比较正，哎呀，本人有时候你看我们直播哦，就是。其实那镜头都会把我们拍胖，本人就是比较正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是本身就大块。啊，我的衫啊，我给你，我穿进来好不好？你来，哎呀，哦啊，你们接住那个卖头翁啦，对不？少年人超袂歹，因为这久无问到烟菇的，我知。哎呀，哦，感谢各位朋友，今天晚上哦，哎，我足久冇看到千外人哦。真的个？真的。哦，哎，感谢各位朋友哦，今天真的这么。给力的进来看我们开场啊！真的谢谢大家了，很谢谢你们啊！凤梨哥有进来了，嘿啊！大家说一声那个凤梨哥、王妖姐晚上好了哦，晚上好，哎呀，你两个好啦，啊！第一次看我们哦，你好，你好啦，我叫凯彬哦。大家好哈。那个所有线上的朋友，那个你们去带一下，哦，你们那边去带一下。来，我们等一下哦。我想要做一件事，来，大家好哦。我想要去做一件事，好不好？我要带一下了，我来带来这边。没有啦，开场就是这样子而已啦，其实没什么，好不好？朋友，我先跟你们讲，刚刚给。其实我等一下想要做一件事，我真的是那3台一起开啊，没有错啊。那我们吵。没有跟老邱搭班，还有台中国税局等等会登场吗？朱成伟，你怎么不说你妈妈等一下会登场？你怎么讲这个概念呢？对不对啊？大家今天是真的很高兴跟凯彬合体，因为待会哈我们要吃饭，等一下去吃饭，好不好？黑脸啊，你都唔知讲我偌糙的，你都看无，好不好？很糙呢。我等一下来，帮我想要叫他们给我卖一标就好，我直播就关掉。帮我给手机啊！可以打，可以。我真的该好好运动了哈。好啊。可以打，可以。哎，那个宝贝，那个宝丽龙先那个抓一下他们的感觉有没有跑掉？试试看他们有没有进步。不然用我的。还是退步了？不然用我的。来，可以打。各位朋友可以打，可以。来，晚上好，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，你叫你进来啊。哦。看凯彬那边。你过来啦。哦，线上的朋友过来这边哈，拜拜。那个低调。来，拜拜。哦，去那个。哦，来。你们觉得可以的，帮我刷“可以”2个字。你说我吗？你在我的台教离镜头有一点，这样对吗？你这样不对吧？你应该要离我的那个粉丝团远一点吧。去凯彬那边，好不好？龙哥过来，好啊，拜拜。明天不是拜拜啦，不是你们，是这边，好不好？拜拜，拜拜。
哦去改编的台。哦，